信心，自己對自己有信心，不嬲都有啦，咪點上台啫？專業推介叱咤10大第4位，楊千嬅抬起我的頭來。抬起我的頭來，作曲、編曲、監製陳輝陽，填詞林夕，主唱楊千嬅。Hello， 千嬅 thank you， 多謝。唔係抱 BB， 但係都好似生 BB 咁開心。喺度要多謝商業電台，多謝播我歌嘅 DJ， 多謝你哋，多謝喜歡抬起我的頭來嘅每一位朋友。要多謝陳輝陽先生同埋林夕嘅歌詞，令到呢隻歌令到大家咁開心，聽得咁中意。另外多謝華星唱片啦，亦都要多謝每一個支持我嘅歌迷 ，thank you。恭喜晒千嬅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這首歌不好播，全是我的錯，我怎可再信任我耳朵？你卻迅速關起唱機，決定要我聽清楚。你說想三方都好過，不要兩邊滿座。你說你點你的火，我拿自己的過。我的手這麼震，難受到興奮，如在生死關頭無遺憾。你說對他關心太少，我自信卻多得很。你說想三方都好過，不要兩邊滿座。為何還着緊杯中有你的初吻？抬出你親愛的前來，為管我一去不回來，拿出我僅有尊嚴來，宣佈你我再不相愛。抬起我低過的頭來，由始至終這些年來，如果你的愛心騙財，用來害你所愛。呢度咧有3位朋友嘅 CD， 咁睇你抽中邊一個咧，你就要代替佢去一個佢2000年嘅願望，好冇？咁啊，3個你都咁熟，應該你都知道佢點諗噶啦。好。張柏芝。佢今年嘅成績都好好，咁我所以覺得2000年咧係會更加進步啦。咁希望更加陽光、更加充滿活力，令到呢個香港樂壇更加有生氣。叱咤樂壇女歌手銀獎。我每次喺唱片歡路見到佢咧，佢都係笑得好燦爛嘅。咁我好希望佢咧喺幕前幕後啦、台上台下都一樣笑得咁燦爛，一樣真係咁開心。楊千嬅。楊千嬅上榜作品包括《非買品》、《一些生活》、《夢裏的人》、有發生過、幹什麼、微笑、冰點、亞軍歌、夏天的故事及冠軍歌抬起我的頭來。做咩而家女仔咁樣嘅啫？攞獎要咁樣。唉，俾你激死啊！真係。嚟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 ，thank you。呢一定要呢一手攞先得㗎。嚟。唉，都唔知，好開心。都唔知好開心。唔知係好開心，睇得出。好開心。